境界，这是甚物款的世代？是非好歹，家己选地界。拄着冲突三计较，无属灵较悬境界。自由的限制，偌济人看明了。这是甚物款的社会？是怀曲折，家己做主裁。拄着对立，无让步，无角度志悬境界。自我的限界，甚物人看清楚？第三，这是甚物款的观念？东西左右，家己所亲切。拄着偏见，毋认输，无属天理真境界。理性有限制，超越会看会晓。第四，这是甚物款的信仰？来世今生家己找路径，拄着偏差怎样排解？无稳定唯一境界，人文受限制，中性的看会透。